好，来继续来看这立法委员的前助理牵涉到强谍案。这个检调接到举报，讲立法院有3个前助理涉嫌伫个2014年到2018年的期间，以请食饭等等的手段，吸收台湾籍的人士，收集公部门外交的人事资料，提供给中国的国安高层。这3个涉案的强谍，分别做过立委张丽仙、陈淑慧甲陈进等的国会助理。台北地检署透明问笔录，有2个去互收押禁见，一个是以10万块来交保。你要不要跟社会大众道歉？正调查这个查甫人，听到记者的问，赶紧走。伊是林永达，2005年到2008年做立委陈进等的助理，2009年3月到12月做立委陈淑慧的助理，想到伊涉嫌利用国会助理的身份，收集资料和中国国安的高层。事隔多年，那我本人对他们之后呢的去向或者做的事情呢，应该不清楚。单位人林永达、李玉涵，2014年到2018年间涉嫌甲中国国安的高层有伫联络，包括台湾的国会、外交部、党前的记者、吸收成员、发展组织，用请食饭的手段要求对方提供开会记录、人事档案。侦讯后，单位人李玉涵声押禁见林永达10万交保。他就是偶尔如果说开记者会的时候，他来帮忙，因为他是我们云林的乡亲嘛。进前，李玉涵捌做现任婚姻馆长张丽仙做立委时阵的国会助理，嘛捌做过报社记者，甲媒体关系袂歹。单位人是捌做过中南美洲联谊会助理，也有立委陈淑慧的助理。林永达甲单位人伫2009年做陈淑慧助理的时，捌协助业者以迎宾公务证进入桃机的管制区，走私日本的上班牛，被判6个月甲10个月徒刑。即马消息一个出来了后，捌甲因有关系立委纷纷切割。犯国安法是大代志，就惊讲影响因的政治路。